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營養師 Cheryl。香港嘅環境潮濕，加埋都市人咧成日坐冷氣房同埋飲凍飲，好容易令到脾胃功能受損。當脾胃運作唔好，水分排唔走嘅時候，就會變成濕氣鎖住喺體內，令毒素積聚。反映喺外表嘅就係面油多、面色差、浮腫；反映喺身體嘅就係易攰同埋沉重。唔想濕氣纏身，就要由脾胃入手，加速身體去濕排毒。最好選用有多種功效同埋臨床實證嘅保健品。我推薦 Collagen 化濕 Pen， 佢係市面獨有3效合一配方，幫你健脾胃、快速去水消腫，比起同類型去濕嘅保健品係更加全面。佢有9種中西草本健脾化濕，配方入面有玉米酥、茯苓等草本，幫你排濕氣、排毒素。當濕氣排走咗，脾胃好返，連帶黑眼圈同埋易出油呢啲情況都會因為代謝好咗而改善。有德國專利紅葡萄葉萃取，可以強效抗氧化。臨床實證顯示，服用之後可以改善下肢浮腫，幫你去水消腫，專門對腳嘅沉重感同埋酸痛，令你行路感覺都輕盈啲。加埋9種輕盈益生菌達到協同效應，幫助改善腸道菌叢平衡，增強脾胃代謝，恢復正常排水能力。當中專利技術令到益菌可以直達腸道，同時幫你整腸排毒，令到肚仔冇咁脹，幫你由內到外恢復輕盈好狀態。根據臨床實證，服用1星期就可以改善浮腫同身體循環問題，真正全面改善濕重同浮腫問題。